材料来讲，就是所以客语就讲爱配合心理，配合心理，感道理就爱配合心理，咱若无咧，若好配合心理，咱讲的多，咱讲的多啦，像那个网络啊，这拢大讲话好听啦，去到对咱来讲较帮助，也无帮助。但是啊，要配合心理情况，就爱配合啊。虽然讲咱有咧讲心理无对，但是咱讲的道理呢，就咱就是讲，这是一个小学的囡仔。但是咱要讲这个大学的这程度，敢听下落，也听下落，也听下落。所以有客语也爱配合所有写所有的方法，甲个因材因材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在师范论这个人讲实在啦，好好做，这个方法。有当咱讲道理好听，但是到底对我咱在做的，这是完全不对。首先，我讲的是道理，所以呢，你这客语的过程，客语咱，但是这拢爱机会因为客语咱就是讲这油啦，客语呢，咱就讲这油啦，咱讲两脚出口，外口都包起来个长衣，长衣啊，其实咱来情况来啦，咱若讲咱咧食这长衣，甲这咱咧听好听的，对咱生到帮助，无帮助啊。但是来讲，咱讲咧讲很多道理，但是都听袂落啊，记唔记来啦？唔记来到后，嘛是无效啊。所以呢，在讲在个事情，讲的啦，讲其他讲道理，做啊个人理解，其实无简单。咱今日来讲，就是要安尼吼，你成功讲到这个算法嘞，什么叫这个算法？讲伊大家人听拢讲我，不管讲伊是在一个阶段的人，不管讲是伊发完发少，拢是共款，但是听着拢会相对的，相对是无咧，落理解，这无简单哦，这个本嘛，所以咱就会讲本千变万化，千变万化，伊无法无边。所以大家到这呢，对自己来讲，方面来讲是无意义的，是无意义的。但是我有只讲安尼，你做安尼较简单，就无简单。这拢是这个是我来一个不同的所在。所以我讲一直你学习，自己学习就是优势。因为毕竟咱现在就是经济来嘛，天不灵言，地不灵意。快来科咱比较保护着，咱哪个咱就是来讲，你讲，你讲啥？你讲道理，你讲道理，当然就会讲爱讲过来，听是讲好听的，爱讲好话，爱讲好话，所以就是讲爱客咱客，就爱讲反在积这个空心手，这个不用心，所以呢，那是直销的，看都是在做这些啦。所以老实讲啦，咱讲是咱就是安尼啦，爱叫做爱心直销，咱真是一般来讲一个人才，一真靠人才。照顾我的，照顾我的嘛我的照顾的开始，就是一个照顾我的，安尼一类有无到尾就是规刷片规刷片，这个是爱心直销，所以咱那个直销的就是安尼，这个是咱若做会当咱若做爱做直销的人学经营，在个这关键这个策略。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这就是讲，咱若总会当时就安尼，好，这样就是安尼，愈来愈多，这心会花，会心，会花，会心。但是就是讲，伊条件是最大，就是咱爱照顾，咱是爱照顾好，照顾好就需要长期有无？长期这边讲到一定。所以呢，咱今日
道场的咧，上山来讲，为什么你道场快嘅，咁咱就讲讲，咱嚟玩嘛，所以六成，六成，所以这个车里咱这个这个方面都还要注意，所以咧，说费用上，学修讲办，修钢板参选，参选其实修习规定，做些卡卡的修德，修德。所以今年贡献就是讲，不这三老师公为这脚踏实地的一个结论，修钢板就在参选。就是修习规定，安尼咱看咱做些卡法讲咱老师啊，拄做教，咱就咱做些卡法所以这讲卡法是第了后，咱就必须记啊，我们要责任负起，责任负起。那这个这个对，昨天在个讲庙一个人嘛，庙一个人，全国有这甲所以呢，咱这个就是讲，当咱付出这件的时候，咱改变就是这。以前啊，这咱你看人讲就是强啦，强啦，但是讲强啦就开心。咱是在问题个讲这个但是这个内底有暗中就是暗中就是所以有公道，咱是化道，公道咱是真道。等于个化道，用甲重点嘅放化，这个是化道啦。真道嘅咱就是现在这行道，真道这个讲咱咧做讲咱是重点讲咱咱反道才有错，咱修道咧，含用其实这是一个了面，当咱人咧含用唔到心的时候，咱就是讲咱自己啊，咱自己咱给咱人希望这个咱们可以做，咱是毕竟咱是多，这是最开始，这是但是咱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。讲为时间，这几年武器，对对大家去武器，我有到学习。学习之后呢，承担责任自己的继续做，我们就是要承担啦。咱来打开嘛，咱无打开，咱无去承担，安尼咱做这件事情呢？当然要承担。我係甘願啦，有甘願嘅承擔，有甘願嘅叫做承擔。若都冇甘願叫做啥物？叫做負擔，係都艱苦啦。真正係做啲艱苦事。所以咧，這件事，咱是喺每個現在，就到當下社會好，那麼才承擔這個。當然還是承擔，咱們。每个人要承担，所以呢，是这样的观念好，所以一句话，是咱老师说的，这个规定水地，标价产生的养殖，花样材料，咱做一个示范，做一个示范，因为咱这企业规定当中，咱就咱这个说，上面的这个体系，咱做一个介绍。乾坤同时站起来，指见自己的三太，头上白羊制服挂神彩，化身千万之态，象征一种道之细看，大小天人做主宰。乾坤同步走出来，确定自己的命脉，背起乾坤包袱，披能耐。明130情怀，视线一份道之爱。
正是模范做人才，责任担起来，修办更实在。这条路要自立又自爱，责任担起来，修办更实在。这段人生自然自在。